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。我哋今日嘅星座對碰係獅子座對射手座。一個熱情耀眼，渴望自己可以成為焦點；一個灑脫真誠，追求無拘無束嘅自由。獅子對射手同樣都係火象，能量相近但方向唔同。一個照亮他人，一個點燃遠方。當呢兩股光芒交匯，可唔可以做到互相輝映呢？當一個想被世界注視，另一個就想衝出世界，呢段愛情到底要點樣並行呢？匹配度55分。獅子渴望被人追隨，亦慣咗掌控節奏。愛情入面嘅主導權，對佢嚟講就係尊嚴。射手熱情又真誠，但佢睇自由比愛更重要，任何束縛都會令佢即刻轉身離開。佢哋初初相識嗰陣火花四濺，但熱度太快升溫，亦都太快消盡。獅子想將愛留喺身邊，射手卻早就已經邁步離去。佢哋可以一齊燃燒，但就注定難以並存，因為兩個人都唔肯為對方改變自己。當一個想將友情拉近，另一個就慣咗保持距離，呢種友情仲可唔可以維持到熱度呢？投契度57分。獅子對朋友好講義氣，但總係想保持主導。佢想帶起節奏，又想俾人認同。射手直率爽朗，自由緊要過規矩。朋友之間太多約束，佢就會選擇走人。佢哋相識容易，因為雙方都熱情又真誠。但時間耐咗，火象嗰份驕傲就會相撞起嚟。獅子唔中意被人忽略，射手又唔中意被指揮。一句說話，一個眼神，都可以即刻反面。佢哋嘅友情熱烈又真摯，但係就唔穩陣。可以一齊玩，但係就好難長久啦。當一個要掌握主導，另一個就拒絕被帶領，咁樣嘅組合又要點樣合作呢？合作度52分。獅子做嘢好講存在感，慣咗自己定方向，又要人尊重。佢推動事情嘅速度快，不過就接受唔到太多意見。射手行動力強，諗法多，但最討厭被人安排或者限制，越想教佢點做，佢就越想脫離。兩個人一齊做嘢嘅時候火花不斷，獅子要控制節奏，射手要保留自由，兩邊都唔肯退讓半步，結果多數都係各行其事，淨係留低短暫嘅成績同埋漫長嘅冷戰啦。當一個靠氣勢取勝，另一個以速度見長，呢場對決到底會鹿死誰手呢？競爭百分比54對46，獅子勝。獅子一出場就要主導全場，佢嘅氣勢同自信令人無法忽視。射手反應更快，攻勢又凌厲，一開始就可以搶到主動。兩個人都拼盡全力，邊個都唔肯退讓。但當衝勁過頭，節奏失衡嘅時候，射手往往好容易會亂咗方向，反而獅子更識得集中火力，喺關鍵時刻一擊定勝負。呢場比拼可以話係勢均力敵，以快打快，勝負往往就喺一瞬之間。比較之下，獅子始終都稍被睇高一線啦。獅子對射手嘅總結：獅子同射手呢個組合，從一開始就充滿動力，兩個都衝動，都想主導，亦都相信自己嘅判斷。喺愛情入面，熱得快，散得都快；喺友情入面，玩得埋，但係就好難維持深度。喺職場上，兩個都有自己諗法，邊個都唔會聽邊個講。喺競爭入面，更加係硬碰硬，完全冇退讓嘅空間。佢哋嘅關係充滿熱度，但係就難以穩定。每次靠近都好似一場短暫嘅爆發咁，似乎就係兩種火力冇辦法並存嘅結果。今日就講到嚟呢度啦，唔知你下一次想睇邊兩個星座嘅對碰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仲有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觀賞，再見。